歡迎收睇低端港南集英社，我就移民咗嚟英國，大概咧就3年半啦。一直以嚟咧都係非常之順利。不過2025年個開局咧就十分之不利啦，因為咧就遇上咗我呢3年半嚟最唔順利嘅一件事。咁就係同一間咧香港人非常之熟悉嘅銀行同埋佢嘅金融產品有關嘅。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Make sure you subscribe. Just fun. Subscribe, like, comment, everything. My God, you know. 首先呢段影片咧就並非咧金融投資嘅建議啊，亦都唔係咧宣傳任何投資產品或者咧投資平台嘅。講下件事先，咁要追溯翻去2024年嘅年中，咁我咧就去咗一間香港人非常之熟悉嘅銀行，亦都係自己用開嘅銀行去。佢哋嘅分行 Ealing Broadway 嘅分行咧，就要求咧就開設一個咧 ISA 戶口，應該係 Stock and Share ISA， 咁就作美股買賣嘅。當日同我接洽嘅係一位叫做咧 BR 先生，呢個係簡稱嚟嘅。佢向我解釋 ISA 戶口嘅 terms and condition 啦，派咗一個咧 FAQ 嘅一啲 document 俾我。咁而佢講嘅資料亦都係同我理解或者係我喺網上搜尋到嘅資料咧係一致嘅，所以嗰一刻我係絕對相信呢位 BR 先生咧係了解乜嘢係 ISA 戶口，亦都係了解我想開設乜嘢戶口嘅。咁乜嘢叫做 Stock and Share 嘅 ISA 戶口咧？即係咧係一個投資戶口，每個財政年度你只可以 deposit 2萬英鎊入去，但係咧當中所得嘅利潤咧係 tax free， 係唔需要交稅嘅。然後呢位銀行職員即係 BR 先生咧，就同我聲稱。佢哋銀行嘅 ISA 戶口其實係叫做 Invest Direct Plus， 跟住就 step by step 教我 log in 翻自己嗰個 e-banking 戶口，開設呢一個叫做 Invest Direct Plus 嘅戶口作美股買賣。過程非常之簡單，亦都係好快咁樣完成。完成咗之後呢 BR 先生亦都確認過成個手續係已經完成㗎啦。當我遞交翻一啲正本文件之後咧，呢個戶口喺幾個工作天之後咧，就已經啟用，亦都可以順利咧買賣美股嘅。於是者過咗大半年，直到去2025年嘅年頭，因為我有一個 enquiry 咧，需要聯絡呢間銀行嘅投資部。喺對話當中，投資部就同我透露，我手上嗰個用緊嗰個 Invest Direct Plus 其實並非 ISA 戶口，並非免稅嘅。呢個資訊咧，同當日銀行職員 BR 先生俾我嘅係完全相反。根據翻2024年年中當日呢位叫做 BR 先生嘅銀行職員就係誤導我，以為 Invest Direct Plus 呢個需要納稅嘅戶口就係一個 tax free 嘅 ISA 戶口，令我係有機會抵觸咗作為喺一個英國生活嘅納稅人嘅義務，並且可能要面對法律風險。換句話說，其實呢位 BR 先生咧係教唆緊我去瞞稅，因為咧喺 Invest Direct Plus 裏邊賺取到嘅利益，理應咧就被定義為 capital gain， 我係需要向 HMRC 申報嘅。而呢個戶口並非免稅，亦即係咧係一個納稅戶口，我係需要報稅嘅。咁又講喺 Invest Direct Plus 同埋 ISA 戶口嘅關係先，佢哋係子母戶口嘅關係。銀行嘅投資部就同我介紹，如果我係想開一個 ISA 戶口，係先要開一個 Invest Direct Plus 嘅戶口，然後喺 Invest Direct Plus 嘅戶口再做另外一個 procedure 去開設 ISA 戶口。而 ISA 戶口嗰個版面嗰個操控咧，係同 Invest Direct Plus 嗰個咧幾乎係完全一致嘅。不過咧，佢係2個戶口嚟嘅。跟住我就自己咧就根據銀行投資部俾我嘅資料，喺 Invest Direct Plus 嗰個戶口裏邊咧，盡快就開設一個 ISA 戶口，咁喺1日之內咧，亦都係完成嘅。簡單啲嚟講，如果客戶係想開設 ISA 戶口，有2個 step。Step 1就係
create 一個 Invest Direct Plus 嘅戶口 ，Step 2喺 Invest Direct Plus 裏邊再 create 一個 ISA 戶口，係兩個 step。對比翻2024年年中銀行職員 BL 先生向我提供嘅資料，當我create 咗呢個 Invest Direct Plus 嘅戶口之後咧，佢就話成個 create ISA 戶口嘅手續咧已經係完成。雖然呢位 BL 先生佢自己本身亦都並非 financial advisor， 以上開戶嗰個服務咧，其實亦都係投資部負責，而並非分行負責。但係佢以銀行職員嘅身份喺分行，即係佢工作地點，亦都係工作時間內提供一啲虛假嘅信息，亦都係提供一啲咧有機會令到客戶違法，而佢自己亦都係有機會違法嘅信息。以上嘅行為咧，就點都係不能接受嘅。先做一個小總結先，喺我嘅角度咧，係認為呢位叫做 BL 先生嘅銀行職員係教唆緊我瞞稅。明明呢個叫做 Invest Direct Plus 戶口係需要納稅，你同我講係免稅。以上事件我已經係落翻事發嗰個分行，即係 Ealing Broadway 嗰個分行咧，去揾一啲比較高級嘅職員咧去投訴過，亦都去咗 Hounslow 嘅分行，即係 BL 先生另外一個工作地點咧，揾一個銀行經理咧去反映過，更加係聯絡咗呢一間銀行嘅投訴部 file 一個 form 嘅 complaint。銀行嘅投訴部咧，首先咧就向我賠償咗一筆好細嘅金額，係3位數字嘅，但係佢哋嘅態度咧係非常之消極。佢哋嗰個辯護理由咧就係因為咧佢銀行係出咗 statement 俾我，所以咧我係應該清楚知道自己嗰個戶口嘅一個情況嘅。但係咧嗰個 statement 咧並冇係講解任何有關稅務上嘅嘢，而且出 statement 嗰個 moment 咧已經係之後嘅事啦。呢位 BL 先生當日嗰個行為咧係已經發生咗，即係話咧佢教唆我瞞稅呢件事咧係已經發生咗㗎。之後你出啲乜嘢 statement 俾我咧，亦都改變唔到呢件事實，亦即係話呢件災難咧全部都係來自呢位 BL 先生。你所提到嘅一啲 statement 咧，全部都係一啲 irrelevant 嘅 information。當投訴部知道 statement 並不能夠成為一個辯護理由之後咧，就好快用各種嘅藉口咧就 cut 咗我嗰個電話嗰個對話啦，而且繼續咧喺 email 裏邊咧不斷 repeat 話因為有 statement， 所以咧呢個係佢哋一個好大嘅辯護理由嚟嘅。再講解下少少 technical 嘅嘢啦，喺 Invest Direct Plus 嗰個戶口裏邊，你持有嘅股票咧係不能夠轉去 ISA 戶口嘅，儘管佢哋係一個子母戶口嘅關係，而就算你將你所有 Invest Direct Plus 嘅股票全部沽出，咁你嘅錢咧亦都不能全部咧係喺同一個財政年度底下咧就轉移到 ISA 戶口，因為 ISA 戶口每個財政年度只可以入2萬鎊。咁如果你係之前喺 Invest Direct Plus 有獲取到利潤嘅話咧，嗰啲利潤咧就不能喺同一個財政年度擺入去一個 tax free 嘅 ISA 戶口嗰度咧繼續投資啦。由於呢次事件咧係涉及到嚴重嘅法律風險，而銀行亦都係好消極咁樣處理我嘅投訴，但係佢咧就堅持咧會繼續聘用呢個 BL 先生咧成為佢哋嘅銀行職員。佢嗰個 position 咧應該叫做 Universal Banker， 所以咧我亦都向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呢個組織咧係匯報咗呢一件事，等候佢哋嘅回覆。不過都有好彩嘅一環，因為咧我係喺報稅之前咧就知道以上嘅情況，所以嚟緊報稅我只要係報翻我嘅 capital gain 咁俾 HMRC， 基本上咧我就唔需要咧喺稅務上面對任何法律風險。而近日啊，即係2025年嘅2、3月嘅美股咧，咁嗰個表現咧就相當之不理想啦，所以我咁耐以嚟嘅 capital gain 咧
應該亦都係 within 喺嗰個稅局嗰個 allowance 裏邊，即係咧我就 suppose 咧係唔需要交任何稅嘅，因為我係嗰個 capital gain 係未到達嗰個標準。不過亦都有不幸嘅環節，就係開戶當日咧我就並冇錄音錄影，而我成個過程咧都係用我自己嗰個銀行嗰個 account 咧去 create 嘅，即係咧 BR 先生咧，其實喺以上嘅事件裏邊咧係並沒有留低任何嘅足跡，而我自己覺得咧嗰個 financial ombudsman 咧，最終亦都係 take 唔到任何嘅一啲有效嘅措施或者 action 嘅。換句話說 ，BR 先生將會繼續喺 Hounslow 同埋 Ealing Broadway 呢兩個分行咧為大家服務嘅。咁如果大家見到呢位銀行職員呢，就麻煩隨機應變，祝大家好運啦！條片去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英國移民資訊同埋經歷。